今天2025年11月12号，藏历天降月23号，在桑耶寺为莲花生大师容颜供刷经正在进行中。这老将苍白马背上的同胞老杨在确定完专业白马就那些作者骨头看着了马背体力就做大周的境界了这些做事。我老白马是的马所以就是白马同胞了公安也是很久都把老人就这么白马也让人看着真保这了说完的300年当这个境界了。另外这边那边推这边那点把这么做么给做就这产品，那老师这边实现人的归路，我讲这300年当中了清洁路带到随着当了环保党，特别就是这些我在西西路平常草本那点不生产工具就老了训练几天的简单了完全这300年当中了清洁路。看了那当东岸面对建准备听到这边确保他们就这三农场机关就采怕到都管那个跟就大的在相当么这边。土地在新国州建设300年当中了清洁路，家人保修了所完的，一件把这民众是听见300多把的，桥当天忙完这都是。